各位家長、各位同學，你哋好，歡迎你哋嚟到禮中。經過今日嘅註冊日呢，相信大家呢都接收咗唔少嘅資訊。等我呢同大家重溫一下。今日同學呢應該會收到中英數3科嘅暑期作業。請同學呢務必喺9月3號之前完成，喺9月3日呢係要交返嚟嘅。咁如果同學呢喺學校訂購咗個課本呢，稍後呢就可以喺學校拎課本啦。咁如果同學獲編排咗1D 班嘅話呢，係需要買多一本書嘅，而呢本書呢都會喺攞書嘅時候呢另外再收錢嘅。咁如果唔係經學校嘅書商訂購嘅話呢，就請自行呢購買啦。如果同學今日都訂購咗校服同埋運動服咧，咁稍後咧就可以去到門市嗰度咧係領取嘅。咁資料咧就喺我哋嘅附件嗰度。咁同學咧係可以喺8月13號開始之後咧，就去到旺角嘅門市咧去領取你哋嘅校服同埋體育服。咁如果今日未訂嘅話咧，請你喺即日起去到7月14日之前咧，可以去到旺角嘅門市訂購啦，或者係經網上訂購。咁以下呢兩個連結咧，就可以幫到大家去訂呢個運動服同埋校服嘅。咁同學記住喎，如果7月15號或者之後先訂咧，可能係會等比較耐啲嘅時間嘅，因為要等第二批嘅校服送到嚟。點解我哋要大家咧咁快訂校服咧？咁因為我哋喺8月19號至到21號、8月24號至到25號呢5日咧，係會有一個中一新生嘅暑期啟動班。咁中一嘅同學咧係必須着校服返嚟嘅。咁今日咧，同學都應該睇咗一啲嘅制服團體啦。咁我哋咧每一位同學咧都需要參加6星計劃，要喺咧4個嘅制服團體裏面咧揀其中一個嘅。咁喺啟導班嘅當中咧，我哋係會問一問同學嘅意願啦，再為同學咧現場度身去訂做呢個團體嘅制服。咁以上呢3個團體咧必須要買制服嘅，但係如果參加消防救護青年團咧，就係借用制服。咁家長亦都可以咧係去門市度購買嘅。咁以下咧就會有呢3個制服團體嘅門市地址啦、供應商嘅名稱同埋電話可以俾大家參考。咁呢個消防及救護青年團咧，咁嗰個制服咧係由消防處提供嘅。咁退團嘅時候咧，需要完整咁樣交返去消防處嘅。咁同學仔咧係會被獲編排唔同嘅社別嘅。咁而呢個社別嘅資料咧，我哋亦都直接交去供應商，所以家長咧係可以照樣咧去度身訂購校服，同埋度身訂購呢個運動服就得㗎啦。咁我哋建議咧，家長咧係要為仔女咧係購買最少2套嘅校服同埋2套嘅運動服。咁因為一個星期咧會有2日嘅體育堂嘅。咁家長亦都可以選購其他嘅供應商啦，不過留意啦，啲款式同物料咧係要符合咧學校嘅規格。咁以下呢2個連結咧都會睇到，即係學校嘅要求啦。咁另外咧，校服同運動服嘅尺碼咧都會喺附件度見到嘅，包括佢哋嘅售價。咁個附件咧，大家可以睇到就係呢個啦。咁你見到咧唔同尺寸嘅校服咧，都會有相應唔同嘅價格。咁呢個咧係女同學嘅校服啦。咁另外就有運動服嘅唔同嘅尺寸同埋價格可以參考嘅。跟住咧就到7月14號星期2啦。咁嗰日咧就會有我哋學校嘅簡介會啦。咁希望中一嘅家長咧能夠出席啦。時間咧就係9點到10點45分。咁地點咧喺我哋嘅學校嘅體藝活動中心，簡稱 SAC。咁呢個簡介會咧，希望俾家長咧了解下我哋學校嘅辦學理念啦，
同埋幫助咧即係了解咧點樣協助同學咧盡快適應新嘅學習生活。咁當日咧亦都會介紹一個叫做 BYOD 嘅計劃。咁稍後咧喺11點到1點半咧，我哋會喺呢個多用途禮堂 MPH 就咧進行一個校服義賣活動嘅。咁都想響應環保啦，咁不過數量有限，咁睇下家長有冇興趣去睇一睇啦。咁另外咧，都希望家長咧喺簡介會之前咧，可以用手機咧下載我哋學校嘅一個應用程式，個名咧叫 RCPHKMC，咁個樣咧係呢一個公仔嘅。咁如果當日咧真係有惡劣天氣嘅話咧，咁個簡介會咧會順延去到7月15號嘅。咁不過校服義賣嘅活動咧就會取消㗎啦。咁當日咧，其實同學仔都係要返嘅，咁所以咧家長可以送同學仔返嚟咧，就順便去聽呢個簡介會啦。咁同學仔返嚟做咩咧？就係要參加呢個中一入學前嘅香港學科測驗啦。咁我哋會跟返教育局嗰個要求啦，順序咁考呢個數學、英文、中文一3科嘅。咁時間就係呢3個啦。咁當日咧，請同學咧喺8:40咧就要喺學校報到啦。咁可以去到禮堂底啦。咁我哋嘅考試地點喺禮堂嘅。咁同學只係需要着返一啲樸素嘅便服啦，或者你可以着返小學嘅校服都可以嘅。咁記得咧要帶返呢個派位證同埋準考證，我哋註冊日俾大家嘅準考證啦。咁上邊有一個嘅編號嘅，同埋咧相應嘅文具啦。咁除咗呢一日之外咧，第二日7月15號咧，星期三咧都需要返嚟，必須出席嘅，考另一個試就係英文成績評估測試啦。咁報到時間都係8:40，咁完結時間咧就會早少少嘅，就係10:35。咁如果加時嘅同學咧，就會係10:45啦。咁地點咧就喺4樓嘅課室。咁嗰個即係個確實個即係房號咧，都印咗喺同學嘅準考證上邊嘅。同樣啦，都係着樸素嘅便服或者小學嘅校服啦。咁記得帶派位證、準考證同埋相應嘅文具。咁學校咧都會根據以上呢2個試嘅成績咧進行編班嘅。嗱，如果真係14號遇惡劣天氣咧，我哋會順延去到15號嘅。咁而15號嘅評估測驗咧就會順延去到16號。咁如果15號有惡劣天氣咧，就會順延去到16號咁樣啦。咁同學都留意啦，我哋喺8月14號中午12點咧會上載嗰個啟導班嘅編班資料上學校嘅網頁嘅。咁家長同同學咧都可以留意下。咁跟住咧就會講到我哋嘅中一新生暑期啟導班啦。咁同學仔咧係必須出席嘅。咁個時間咧係早上嘅8:45至到下晝嘅3:30。咁所以同學咧需要留喺學校午膳嘅。咁咧同學仔咧可以自己上網咧查返嗰個嘅分組名單同埋班號啦，咁方便同學咧集隊同埋點名。咁活動咧嘅內容咧包括咗一啲嘅迎新活動啊、認識校園啊、一啲課堂嘅學習體驗、宗教活動同埋訓練營等等嘅。咁咧喺訓練營裏面咧都會有少量嘅體能活動。咁如果咧同學真係唔適宜參加嘅話咧，請咧以書面嘅形式咧通知老師同埋教練啦。咁我哋都希望咧透過呢一啲活動咧，培養同學仔嘅自律啦、忍耐啦、堅毅嘅能力，從而咧提升同學嘅自信心，去適應咧新嘅學習環境。咁特別留意咧就係8月24號咧呢一日嘅中一潛能發掘訓練日營咧，同學係必須着運動服嘅，係啦，着運動服返嚟。咁而其餘嗰4日咧，同學咧就係着呢個整齊嘅校服就得㗎啦。咁最後一日8月25日咧，我哋會安排同學咧係拍攝學生相嘅。而呢個學生相咧就會用嚟咧製作開學之後用嘅學生證啦。咁所以咧，除咗整齊校服之外咧，同學都留意下髮式儀容啦。咁如果頭髮過長咧，就要修剪下啦。咁女同學咧都要即係紮好同埋夾好頭髮嘅。
咁當日咧都會為同學咧安排呢個制服團隊呢個度身嘅。咁啊，如果係即係透過學校做制服嘅話咧，咁就嗰日都會度埋身咯。咁另外咧，啟導班咧同學仔係要俾240蚊嘅。咁如果註冊嗰日咧係未交嘅話咧，請同學咧喺7月14號嘅學科測驗嗰日咧都帶翻嚟啦。咁同樣啦，如果午膳嘅145蚊咧，當日喺註冊都未交嘅話咧，同樣都喺7月14號帶翻嚟。咁另外咧，如果家長係打算即係送飯嚟或者同學仔自己帶飯咧，咁係可以嘅。咁不過留意啦，我哋喺暑假期間咧係唔會提供呢個飯盒翻熱服務嘅。咁同學要帶啲咩咧？例如即係清水啊、紙巾啊、個人用品呢啲咧，可以留意下要帶啲咩翻嚟啦。咁如果當日真係唔舒服或者有啲原因咧出席唔到活動咧，同學必須要喺8:15或者之前咧致電去校務處請假嘅。咁如果當日真係7點之前有惡劣天氣咧，我哋留意翻教育局嘅宣佈啦。咁啲活動咧，我哋係會另作安排嘅。咁喺啟導班期間咧，我哋都會安排同學咧係攞書嘅。咁咧時間咧就會係21同埋22號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咁如果咧早前已經喺學校咧訂購咗課本嘅同學留意啦，咁你可以咧喺朝頭早9點鐘至到下晝4點鐘咧，去到我哋嘅 MPH 嗰度係攞書嘅。咁請記得咧帶備呢個購物袋啦、單據啦同埋款項翻嚟學校。咁如果真係唔能夠喺呢個時間去攞書咧，咁同學就要自己去到呢個旺角嘅三聯書店嗰度攞書啦。咁呢兩日咧都會有一啲少量嘅課本咧俾家長即場購買嘅，不過就未必可以買晒全部需要嘅課本啦，同埋嘅折扣咧都同註冊嗰日咧係唔會一樣㗎啦。咁留意啦，如果當日有惡劣天氣咧，咁呢個攞書嘅活動咧會順延到去8月24號嘅。咁8月22號除咗可以翻嚟攞書之外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嚟嘅，就係我哋嘅新生家長會啊。咁家長咧係必須出席嘅，咁同學仔就唔需要出席。咁個時間咧係早上嘅10點到晏晝嘅12點半，咁地點喺禮堂啦。咁除咗咧再認識我哋學校之外咧，最重要就係可以同班主任會面啊。咁嗰日咧我哋都會派發咧呢個應用程式嘅登入資料同埋密碼俾大家嘅。咁請家長咧真係一定要預留時間出席。咁如果真係有遇惡劣天氣咧，我哋順延到去8月24號嘅。好啦，跟住就講下開學日嘅安排啦。咁咧9月1號開始咧，同學就必須着整齊校服翻嚟學校噶啦。咁頭2日咧會有少少特別啦。咁除咗有開學禮同埋處理班務之外咧，我哋都會有一個社員大會嘅。咁時間咧就會係12點鐘嘅。咁如果你係屬於女威廉社同埋郭士立社咧，第1日嘅放學時間咧係會係12點半嘅。咁如果你係葉立青社同埋羅傳德社咧，咁你第2日嘅放學時間咧都會係12點半嘅。咁即係話咧，如果你第1日嘅放學時間係12點半咧，你第2日嘅放學時間咧就會係12點噶啦。咁跟住9月3號開始，4號至到9月7號去到9月9號咧，呢5日咧就會俾大家咧做一個適應嘅時間啦。咁所以放學時間咧會係1點35分，就唔需要喺學校午膳嘅。我哋咧會按一個特別嘅時間表上課啦。咁每一堂咧係35分鐘一節嘅。咁跟住嗰個禮拜嘅星期4、星期5咧，9月10號同11號咧就會係我哋學校嘅陸運會。咁資料咧，我哋會稍後會再有通告發俾大家嘅。咁正式時間表嘅上課日子咧，就會係由9月14號星期一開始啦。咁詳細嘅資料咧，可以即係查閱啦，喺學生手冊嗰度查閱嘅。咁8月24日咧，我哋會上載咧，即係新學年嘅編班資料上去。咁家長同同學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如果真係對於編班有查詢咧，咁可以喺8月27號之前咧致電我哋
學校啦去揾翻情婦校長嘅。咁咧，我補充多句啦。咁我哋嘅返學時間咧係8:05。咁呢個時間咧係打鐘啦。咁呢個時間之後返嚟叫遲到。不過咧，我哋都希望同學咧就唔好真係8:05先返到嚟學校嘅。咁好多時同學咧都會係7:45啦，或者再早少少咧已經返到嚟學校啦。咁就唔使咁趕急嘅。咁跟住咧，我哋就會講到咧。返全日嘅時候咧，學校嘅午膳安排嘅。咁中一嘅同學咧，全部都需要喺課室度用膳嘅。咁同學咧可以喺我哋嘅午膳供應商嗰度訂飯啦。咁訂飯嘅表格咧，會喺啟導班嘅時候咧係派發俾同學嘅。咁謹記咧喺9月1號嘅時候咧，就將呢個餐單啦同埋費用咧交到去小食部嘅。咁就自己交嘅。咁咧。如果同學咧係打算帶飯咧，咁我哋咧就學校咧係有提供呢個蒸籠嘅服務啦，蒸爐嘅服務嘅。咁由家長義工咧係幫手翻熱飯盒嘅。咁咧飯盒咧都有一定嘅要求嘅，我哋需要咧係全不鏽鋼嘅，我哋就唔接受咧塑膠啦或者玻璃嘅，因為呢啲咧係擺唔到落個蒸爐嗰度嘅。咁而飯盒嘅尺寸咧，我就希望咧，如果係方形嘅咧，就長度喺20cm 以下啦；如果係圓形嘅話咧，直徑就喺16cm 以下啦。咁個高度咧都喺8cm 之內嘅。咁同學咧記得要將個飯盒咧扣好啦，咁以免倒瀉。咁我哋家長義工咧係會連埋個即係飯盒嘅蓋咧係放入蒸籠啦。咁所以咧喺同學咧需要喺飯盒上面咧寫上你嘅姓名同埋班別嘅。咁點解咧？因為我哋嘅家長義工咧係會將飯盒咧係送到同學嘅課室嗰度嘅。咁嗱，留意啦，因為個蒸籠咧加熱咗之後咧，有啲嘅墨筆咧係會有啲即係有啲墨水咧係會受熱之後咧甩色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同學咧即係寫完名之後咧，就用呢個透明膠紙咧貼好佢啦，咁防止咧有甩色嘅情況。咁以下呢個咧就係一個即係一個示例啦。佢咁樣寫得好大隻，同埋寫咗咩班就貼得好好啦。咁亦都為咗同學嘅即係安全着想咧，我哋義工咧係唔會幫同學咧翻譯一啲預先包裝好嘅冷凍食品嘅，例如咧一啲微波爐嘅即食飯盒啊，或者急凍點心嘅，亦都唔會幫大家咧翻譯一啲液態嘅食品啦，例如粥啊或者湯咁樣嘅。咁跟住咧，我哋講下咧，我哋中一咧有一個特別啲嘅計劃，係一個叫 Power Up 嘅學習計劃。咁呢個計劃咧，希望同學咧能夠即係盡早適應中學嘅生活啦。咁咧，希望俾同學咧去建立一個咧高效能嘅一個工作嘅流程嘅。咁我哋會喺老師嘅帶領之下咧，每日咧希望同學能夠咧有系統咁樣當日咧係完成功課啦。希望藉此培養同學嘅專注力啦，同埋點樣去規劃呢個優先次序嘅能力，仲有呢個時間管理嘅能力。咁等大家咧可以即係盡快咧養成一個咧喺學校咧一個充電嘅學習習慣嘅。咁返到屋企咧就能夠有效咁規劃餘下嘅溫習啊，或者預習啊，個人休息嘅時間。咁期望咧可以引導同學咧從呢個被動依賴咧走向呢個主動自律嘅。咁呢個計劃咧為期咧係10日嘅，咁就會喺9月嘅14至18啦、22到24同埋29、30呢10日嘅。咁所以放學嘅時間咧就會由原本嘅3:50咧係變到5點鐘嘅。咁留意啦，請家長留意咧，即係呢啲日子咧放學嘅時間咧係5點鐘嘅。咁如果真係有事需要早退同請假咧，我哋都要跟翻即係學生手冊所寫明嘅即係方法咧去辦理呢個請假嘅手續嘅。咁跟住咧就要講下我哋學校咧一個好有特色嘅計劃，就係咧我哋初中嘅一才計劃。咁呢個計劃咧為期係3年嘅。咁希望咧透過呢3年嘅活動咧，發掘到同學咧喺唔同範疇嘅興趣同埋技能啦，希望豐富同學一啲嘅學習經歷。咁中一咧
我哋會集中培養同學嘅藝術方面嘅技能同埋興趣。咁例如咧係一啲合唱啊、樂器啊、舞蹈啊、戲劇訓練等等嘅。咁同學咧就會需要咧喺唔同嘅範疇裡面咧去揀自己喜歡嘅項目嘅。咁我哋咧都喺註冊日咧係有另一張通告咧係俾大家嘅。咁大家會睇到咧喺唔同範疇裡面咧都有一個人數嘅上限嘅。咁所以咧同學係需要去揀啦。咁我哋都希望咧係透過即係同學一啲資料咧去即係配合咁樣去分配俾大家啦。咁呢度咧會睇到每一個活動嘅人數上限啦。咁同埋會睇到一啲嘅資助嘅即係條件咁樣嘅。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我哋都會有一啲資料咧係俾家長睇翻咧一啲課本或者一啲消耗品嘅一啲嘅費用咁樣，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嘅。咁跟住咧，最尾嗰個咧就係一個表格，一個意願表。咁請同學咧都喺啟導班嘅8月21號呢個日子咧可以交翻嚟。咁開頭嘅啟導班咧，我哋都會有一啲樂器咧俾大家試下去玩下咁樣，去了解下嘅。咁大家咧就跟翻呢一個表格，就填翻呢個1至9。咁1咧就代表你最想要嘅，咁啊2就係第二個想要啦，如此類推啦。咁留意啦，如果你係有一啲嘅音樂活動嘅經驗，例如你喺小學嘅時候係合唱團啊，又或者你學過一啲樂器咧，都請你咧可以寫翻喺呢個表度，咁作為我哋咧一個參考嘅。咁留意我哋學校咧都有一啲嘅唔同嘅樂器班同埋一啲校隊嘅。咁但係咧呢個一才計劃咧就唔同我哋本身學校嗰啲樂器班同埋校隊嘅。咁如果係想參加我哋學校嘅樂器班同埋校隊咧，我哋9月咧會有另外嘅通告，又或者咧可以透過咧班主任咧再同大家講嘅。咁咧呢個一才計劃咧嘅形式咧就會喺逢星期一嘅第8堂進行嘅。咁你會睇到咧喺上學期咧會有9堂啦，下學期咧會有11堂嘅。咁個時間咧就係放學之後嘅4:05。咁我哋3:50放學，咁我哋會4:05先開始呢個一才計劃。咁放學時間係會5:20嘅。咁由於一才計劃咧都係我哋嘅正式課堂啦，咁所以如果真係有需要早退或者請假咧，都係需要依翻咧我哋正常嘅方式咧辦理請假手續嘅。咁資料咧都會喺我哋嘅學校手冊裏面有㗎。咁呢個一才計劃嘅收費咧，全年係1250蚊嘅。咁費用咧就會喺開學咧嘅通告會顯示俾大家啦，同埋會透過呢個電子繳費系統咧去收取相關嘅費用嘅。咁如果真係需要一啲嘅津貼咧，咁都喺開學嘅時候咧就即係再留意一下，同班主任講下啦。咁另外咧就係呢個啟導班，即係請你喺8月21號啟導班嘅時候咧交翻呢個一才計劃嘅意願表。係啦，咁等學校咧可以編排咧最適合嘅組別俾同學嘅。然後咧，我哋就會講6星計劃。咁咧，6星計劃咧係學校一個正規嘅課堂嚟嘅。咁所以咧，所有嘅同學咧都必須要參加。咁請家長咧係預留時間咧，同學咧係要翻嚟呢個學校嘅。咁6星計劃咧，當日咧如果有遲到啊、早退或者請假咧，一般咧都係依住正常嘅上課天嘅準則去處理㗎。咁如果6星計劃請假超過2次嘅話咧，之後再請假咧就需要有醫生紙㗎啦。咁否則咧會當呢個曠課嘅。咁6星計劃嘅上課時間咧係星期六嘅上晝，咁大概係4個鐘頭嘅活動啦。咁呢度咧會睇到上學期咧我哋會有8堂嘅，下學期咧我哋會有7堂。咁返學嘅時間咧都一樣係8:05。咁放學時間咧大約係11:55啦。咁除咗咧係有一啲英語嘅課程之外啦，仲會有一啲嘅越野長跑啊、團隊創建啊、生命成長嘅
課程啦，同埋咧有我哋嘅制服團體嘅活動嘅。咁跟住咧，我哋就講下我哋學校咧嘅 BYOD 計劃。咁咧，我哋都係希望同學咧能夠即係透過呢個平板電腦咧去進行一啲嘅電子嘅學習啦。咁同學咧就需要攜帶自己嘅平板電腦嘅。咁家長咧可以為子女咧自行購買啦，或者經學校集體訂購嘅。咁留意啦，我哋係用 Apple iPad 嘅，只係能夠用 Apple iPad 作為呢個學習嘅工具。咁如果有一啲嘅經濟需要咧，都可以留意返我哋學校咧有一個優質教育基金電子學習撥款計劃嘅。咁詳情咧可以喺新生家長日咧再向家長講解多少少啦。咁跟住咧就有呢個受傷或者身體不適嘅處理情況啦。咁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為同學咧安排呢個救護車嘅，送往呢個公立醫院嘅急症室啦。咁費用咧係400蚊，咁係需要由家長支付嘅。咁如果家長咧係想同同學咧有另外安排，例如咧係想自行前往私家嘅診所咧，咁就必須咧喺9月2號或者之前咧用書面通知返學校嘅。跟住咧就到最後一樣啦，就係新學年雜費同埋訂購學習用品嘅費用。咁喺9月1號開學日咧，學校咧就會發出2張嘅通告啊。咁一個係9月嘅開學周通告啦，就會講咧同學仔咧需要繳交嘅一啲項目嘅。咁以下就係呢個資訊啦。咁預計咧新學年咧需要繳交嘅費用咧，大約係2800蚊嘅。咁第二個通告咧就係選購學習用品同埋報讀樂器班嘅。咁呢個咧亦都要係等9月1號咧，我哋先能夠落實到。咁以下呢個價格咧係去年2526年咧嘅一啲嘅價錢嚟嘅。咁但係估計咧來年咧都會有若干嘅增幅嘅。咁呢2張通告嘅簽署同埋繳費期限咧，分別就係9月7號同埋9月4號嘅。咁學校咧係會透過呢個電子繳費系統咧去收取以上嘅費用啦。咁家長咧可以透過呢個繳費鈴去增值交費啦，或者透過呢個 Alipay 支付寶咧去交費用嘅。咁但係留意啦，因為9月4號呢個截止日期之後咧，就冇辦法再開放訂購嘅。咁而繳費鈴增值咧大概咧係要3個工作天嘅。咁所以咧為咗避免咧有呢個遲交咧，咁建議家長咧喺8月嘅下旬咧能夠增值戶口啦，去確保咧能夠順利訂購呢啲學習用品同埋繳交咧各樣嘅開學嘅費用嘅。咁對以上嘅安排有任何嘅查詢咧，咁都歡迎咧致電我哋學校咧揾程副校長嘅。嗱，聽咗咁耐咧，都應該會接收咗好多嘅資訊啦。咁最後一頁咧，我哋就有一個日程嘅總表啦。咁咧方便大家咧去查閱嘅。咁我哋會睇到咧喺邊啲日子咧，咁同學必須要出席啦。咁邊啲日子咧係家長必須出席嘅。咁特別留意啦，啟導班咧同學必須出席啦。咁第一日咧8月19日咧就要帶翻呢個學籍表同埋學生病歷記錄表翻嚟啦。8月21號咧就要交翻呢個一才嘅意願表。咁8月25號咧就我哋拍攝學生證嘅。咁請大家咧特別再留意翻校服儀容啦。咁希望能夠製作一張咧好靚嘅智能學生證嘅。咁我嘅重溫咧就到呢度啦。咁都多謝大家嘅收聽，拜拜。